不被瓜大王抓到，就可以得到1000蛋币。王一，真的假的？鸡蛋、鸭蛋、荷包蛋，真的。我看到瓜大王手上有。那还等什么？快去抢啊！啊！不要会被制裁的。1000蛋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米粒要一起玩吗？我是绿色鸡块妹。剩下11个人，先躲着吧。喂，咔咔，我的小舅舅。